请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回想，国政殿来咧讲一句话，讲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生观。有的诗句咧写世间情，男女间的感情、爱情、亲情；有的诗句咧写人生观，各有的诗句咧写台湾的山水。清朝时代，台湾陈总兵刘明丁去到淡水厅躺甲巴兰厅这条线路，咱即马所讲的淡南古道这条旧路，3条岭才写一首汉诗，见面头一句讲：乡情遥响淡南来，出入丁林眼界开。大小佳人明即说，高低提叠协分类。传闻十里连流浪，夹道千江饮孤怀。海上经野金色浪，禽兽无比拔英才。是啦，朋友你甲想，有咧爬山咱拢知，淡南旧路，干那咱即马要爬，就安尼爬甲偏袂喘。何况讲清朝时代交通较不便，这条路正正是邦桥人本原处。为着要对前山去到后山收残户、收效，特别请人开出来。所以刘明丁、刘总兵带一阵兵马来到这讲出入丁林眼界开。过去俗语话咧讲，过了3条岭无像厝内某囝。伊即马有在条建设倒边看去，大小佳人明即说。佳人住和平岛，风景遮尔好，高低梯叠，城墙围啊一路一直去。过来讲，传闻十里连潮浪，远远看到残花路，夹道千江饮孤怀。看到讲两边路拢是老树，青长的老树，这个景致，台湾风景好，咱来保守。所以收煞诗句讲，海上经野金色浪。因为咱清田谈台湾盖棺了，都真成功。一寡海贼啊，一寡外国的兵马唔敢来扰乱。但是当今刘明丁这武官，所以诗句收煞讲，禽兽武备拔英才，就爱搁训练精兵，就爱搁训练勇将来顾台湾这块地土。这首诗尾啊，人家刻作金利碑，永远来流传，永远来流传。